霧霾問題一直困擾內地多個城市，其中首都北京預料週末又會有新一輪嘅霧霾。但係呢種由空氣污染引發嘅問題，北京當局計劃將佢列為氣象災害，被質疑係要推卸責任。北京市人大常委近日發出嘅草擬文件訂明，霧霾係氣象災害嘅一種。如果北京遇到呢種情況，政府會根據應急預案宣布停工停課同實施臨時交通管制等嘅措施。有市人大表示，有關做法能夠提升當局應對治理霧霾嘅能力。不過有專家就認為，霧霾係由污染造成，同自然災害有根本嘅區別。加上如果霧霾被定性為氣象災害，意味任何人排放污染物到大氣都唔使負上法律責任，違背當局綠色發展嘅理念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